我再推算去年的这个1月1号到1月19号呢，它整个价格，它越接近过年的时候，它反而是有缓跌的，还跌了3.42%。但是今年大家知道今年过年是什么时候吗？是2月11号才是除夕。但是我们在1月1号的价格就已经来到72.06块了，距离过年还超过40几天的时间。这个要说是过年的效应太牵强，而且不符合事实哦。那让我们担心的是，从1月到现在的1月1号到19号，它整个价格没有往下走，还在继续上扬。那如果按照农委会陈吉仲的理论，过年前还会再涨的话，那这个价格会是现在的新高吗？请农委会主委告诉大家，77.35会是现在猪肉价格的新高点吗？还是逼近过年前它有可能再涨一波？而这样子猪肉价格的上涨，伤的是谁的荷包？是我们民众的荷包。但是在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的口里呢，讲的云淡风轻，觉得这些都是合理的，这一些都跟来猪进口没有关系。但是从这个客观的数据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跟来猪进口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如果你去比较这个平均的价格哦，去年的1月1号到19号，它的平均价格是64.45，然后呢54，然后来到2021年1月1号到1月19号，它的平均价格是75.76。那这样子的一个价格平均上涨的幅度也来到了17.38%，也是一个很高的涨幅哦。那大家要知道，这样子的一个猪肉价格上涨，它会带动的是什么？我们其他的物价也会上涨，因为猪肉是我们基本的食材哦。那这个猪肉只要一涨的话，可能小吃摊他就会说啊，因为这个猪肉比较贵，所以之前我们就已经看到有人说使用台湾猪一个便当涨了10块，涨10块是一个很高的涨幅哦。那这个民众恐怕会吃不消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，我们认为农委会真的是无能又失职哦。